骂我。三位先生有没有觉得，这臣子往后的日子，生存环境很恶劣啊？三公主，成大事者，必先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劳其筋骨，随之才能苦尽甘来呀。是啊，况且以三公主的智谋，橙子现在的窘况也只是一时过渡，不会太久。但橙子此次动的可是镇城之宝，现如今民愤四起，怕一时难以平复。三位先生就不能给出主意，看看怎么能稍微给改善改善？除非天降第二件秘宝，否则天降第二根秘宝也行。秘宝多久降一次？我从哪儿能找着啊？哼，不久，也就1000多年吧。就让一切都交给时间吧。这是我家啊，怎么着我也不能不回家了吧？真是当我没办法了是不是？这泥人上去还有3分土性呢。欺负我陈年年不是三公主，让人宰割了啊！陈先生，你这个大混蛋，猪耳朵，你居然敢偷龙骨，破坏晨运，谁这么大胆儿？你平时荒唐无度，暴虐成性，你今日竟敢祸害百姓，你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啊！我今天就把你拖出来一顿暴打，我就暴打我。别看我害羞，别，我暴打你，我就出来暴打你。他就是陈天师。